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陳肇始教授。今日我想同大家簡單咁講下二手煙嘅危害、戒煙嘅重要性，同埋我哋呢個無煙家庭為你而戒嘅計劃。二手煙同埋三手煙對健康嘅影響咧係不容忽視，特別咧係對小朋友，經常受到二手煙同埋三手煙暴露嘅小朋友咧，更加容易出現身體、心理同埋行為嘅問題。吸二手煙咧係承受住主流煙同埋支流煙所帶嚟嘅害處。科學證據顯示咧，從未吸煙嘅兒童喺家中吸食二手煙咧，係會大大增加患上呼吸系統嘅疾病，包括呼吸道嘅感染啦、肺炎啦、鼻病啦、中耳炎啦同埋哮喘嘅風險。而且咧，二手煙對身體嘅損害咧係會日積月累嘅，越年幼開始吸入二手煙，將來患病嘅危險就會越大。有研究指出咧，甚至會影響到佢哋嘅學習表現。所以咧，戒煙對保護小朋友嘅身心健康係非常重要。無煙家庭為你而戒計劃係由李希慎基金支持嘅一個創新性以家庭為本嘅戒煙支持項目。我哋嘅目的咧係通過生物化學同埋環境評估，令到家長咧客觀咁樣知道煙草暴露嘅傷害，從而咧保護小朋友免受二手煙同埋三手煙嘅影響。同時咧，亦都係幫助吸煙嘅家庭成員咧去戒煙。我哋希望咧呢個計劃可以為小朋友創建一個更加健康嘅成長環境。而家我哋正係積極咁招募參加者。如果你哋對呢個計劃有興趣，歡迎聯絡我哋。你可以透過以下嘅方式聯繫我哋。我哋一齊努力，為小朋友創建一個無煙嘅未來。多謝大家。